据统计，咱台湾有10万人拢有头壳痛的问题，嘛变做是现代人一个文明镜头。有的人惯去食止痛药啊，颠倒无度去注意到头壳痛上主要的原因，嘛有可能损长咱的健康，千万唔通放放放。若是头壳一直痛丢丢，都要赶紧去大病院，予医生检查，安尼才会当找到病母对症下药。头是痛甲强要逼破去，按痛甲丢丢单，头晕目暗，规个人感觉真袂爽快。真侪人拢有这款头痛的经验。根据统计，台湾有10万人有这个头壳痛的症状，安尼唔但会影响生活品质，工作效率嘛会降低。头痛原因真的非常多，我们有血管性的头痛，然后有这种肌肉性的头痛，中医讲气滞血瘀啦，那西医讲说发炎呐，这些都会肿胀疼痛。对中医的角度来看，头壳痛会当分做5种，若是讲痛鬓边。有可能是伤晚困造成这个胆经无顺，若是痛额头，就是消化系统有问题；若痛头壳心，就是肝脏系统引起的；若痛后头壳啊，有可能就是高血压；若讲规粒头安尼沙咧痛，就是风寒去寒着啦。有真侪人会想讲先食这个止痛药啊来疏解头壳痛，其实也佫有真侪无伤身体的方法，买当来选择。按压，对不对哈？那甚至于可以泡水。热敷这个，那甚至于你把它整个指头都把它动一动，然后沿着这里进来，这里脾经呐，或者是我们的肝经呢，这些舒缓甩你，所以有时候你会发现，为什么头痛去给人家按脚按一样就舒服了？伫咱的脚底有真侪血道，有真侪血道甲经络，这拢和规分数有牵连。除了讲用这个针区按摩。用翕的，卖当透过这款中药材，亲像川芎、海波姜、鹰鸟风、鸡胗根，才会当兄弟来啉。透过用食的方式，卖当来疏解头壳痛的症状。不过，假使讲若是一直无好，就要会记你去病院，予医生检查，爱找出正确的病因，对症落药，安尼才会断根。记者综合报道。